Hello，大家好，我係 P100嘅 Miranda，歡迎嚟到收睇 P100嘅醫學專訪。我之前一路邀請嘅嘉賓都係醫生喎。咁大家可能好好奇，我今日呢位嘉賓雖然唔係醫生，但係佢嘅專業絕對可以同醫生相輔相成。咁佢究竟係邊位呢？就等我介紹下啦。呢位就係我身邊就係音樂治療師曾永朗小姐 Rainbow， 歡迎晒你 Rainbow。你好。咁相信大家都對音樂治療都會好好奇，我哋係點樣做啦？今日我就會同 Miranda 一齊做一個即興嘅音樂演奏。Miranda 今日同我講啊，佢話仔仔激嬲咗佢，搞到佢好掹憎，咁想用音樂去幫佢舒緩下佢嘅情緒嘅。咁Miranda， 你見到呢度面前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樂器啦，咁包括有一啲你見過嘅，亦都係可能未見過嘅，咁你可以用少少時間去探索一下啦，揀一個你想要嘅樂器嘅。好，我今日好憤怒。打呢個先。好啊，好啊。咁喺一陣音樂演奏嘅即興嘅過程咁其實我哋就可以隨意轉換個樂器嘅。咁我亦都會用音樂去同你做一個和應咁樣啦。咁可以隨時開始噶啦。好。咁啱啱就同 Miranda 去體驗咗即興嘅音樂演奏喎。Miranda， 你覺得點樣啊？我因為裏面內心好憤怒啊，咁所以我好快就揀咗呢一個好似發泄嘅一個工具咁啦。咁我開頭嘅時候係打得好密嘅，因為我嗰刻其實都幾過癮嘅，因為係咁打嘅時候就將自己嗰種好不安啊、好唔開心嘅情緒發泄。咁然之後我又轉換咗好多其他唔同嘅樂器啦，譬如呢啲叮叮查查啊咁樣。咁但係去到後段嘅時候我感覺到自己嗰個情緒開始慢翻落嚟，就冇開頭嗰陣時咁激動、咁激烈。咁我開始揀一啲慢有啲攰啦，同埋即係自己都真係平靜咗。咁我開始 feel 到自己嗰個速度都慢慢慢翻落嚟。咁個人就平靜咗。譬如而家咁其實我裏面好似有一種力量好似已經散咗出去。咁裏面嗰種不安就真係慢慢減低咗，而心上面覺得自己都真係平靜。係，我都留意到一開始你係用呢一個我哋叫波板孔鼓啦，好大力啦去做一個發泄啊，即係表達翻你嘅情緒。咁所以一開始我都用咗即係差唔多類型嘅鼓啦，去同你一齊做個音樂嘅和應啦，去表示我明白，我知道你有一個咁樣嘅情緒。咁之後其實慢慢你開始發現到就係音樂可以幫助到你表達咗有時言語都未能夠去表達到嘅一啲嘅感覺啦。咁然後我哋音樂治療師就用音樂去陪伴你，去度過呢一個情緒嘅波動嘅。咁之後你都見到慢慢地你發現我嘅情緒都舒緩咗啦。之後你都會揀翻一啲比較平和啲嘅樂器去表達翻嘅。我想問下如果譬如有啲受助者啦，可能情緒啊、認知嘅時候佢未必咁穩定咁佢點樣同佢開始呢個音樂治療啊？
咁所以咧呢個就真係需要一個專業嘅音樂治療師啦，因為咧我哋咧喺讀音樂治療嘅過程啦，除咗讀音樂之外啦，我哋亦都讀咗相關心理學嘅知識啦，我哋識得咧點樣去評估受助者嘅情緒嘅需要嘅。咁譬如剛才你提到啦，有一啲即係受助者可能情緒比較激動嘅時候，咁我哋一開始咧都會盡量俾佢可以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去表達自己嘅情緒，譬如佢好想用波板糖鼓好大力咁樣敲。咁咧，只要咧佢唔傷害自己啦，亦都冇傷害到治療師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會容許咧佢可以用波板糖鼓好大力、好大力咁樣敲嘅。咁但係，譬如當嗰一刻佢真係我哋感受到佢未能夠控制自己嘅時候咧，我哋有時咧都需要咧喺中治治療嘅過程咧，去譬如相對咧要用翻啲音樂去幫助佢舒緩、去冷靜翻佢嘅情緒嘅。今日咧好多謝晒 Rainbow 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關於咧音樂治療嘅一啲資訊喎。咁咧原來咧我發現音樂治療唔係淨係玩音樂，而係真係透過音樂咧結合咗藝術同埋科學咧去治療一啲咧有需要嘅人喎。咁同埋咧可以咧從一個社交啦、情緒上面嘅一啲改善。咁所以咧讓我哋咧更加深入去了解啦。咁如果咧大家咧想知道多啲咧關於 Rainbow 咧喺音樂治療上面嘅內容咧，大家可以留言，同埋咧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咧，亦都可以咧 forward 俾大家嘅朋友。咁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再次咧多謝晒 Rainbow 咧成為我哋今日嘅嘉賓，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